教學就係一場歌劇，每個角色都有屬於自己嘅旋律，每個學生都值得喺學習嘅舞台上面發光發熱。我嘅理念可以用 opera 嚟表達，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嘅學習機會，演奏屬於自己人生嘅凱歌。無論係咩角色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高光時刻，了解陪伴學生成長，盡力為學生製造平等機會。我哋用語文戲劇嚟做到文化回應，跨語言教學，令到每個學生都揾到自己嘅聲音。我相信語文戲劇教學、情景式教學同埋體驗式學習，令到學生更有投入感。作為教學法嘅老師，我會向學生推介語文戲劇法 （Die Drama in Education）。呢個方法有效咁幫助非華語學生照顧學習差異，唔同能力嘅學生都能夠投入喺戲劇練習之中，深入咁理解故事人物。過去我開發咗一啲自學工具，幫助非華語學生更有趣同更有效咁樣學習中文。例如，我利用咗 XR 呢啲新科技，包括咗用 VR 製作咗互動繪本故事，為學生提供咗想像同埋理解故事嘅空間。又用咗 AR 嘅小偵探，引導學生喺實體書閱讀。另外，又利用 AI 生成唔同嘅動畫，令到學員比較同埋修改自己嘅故事，幫助老師準備最合乎邏輯同埋最有效嘅教材。學習唔係獨唱，而係一組交響樂。每個人都有自己重要嘅角色，無論係主角或者配角。喺教育嘅歌劇之中，每個人都應該互相配合。呢個就係我所講嘅 opera 嘅意思，平等、陪伴、賦能，讓每個學生都能夠奏響人生凱歌。開發有效照顧學習差異嘅方法，令到每個老師成為課室導演，將教學有效咁表現出嚟。呢個係我未來嘅願景。我會導好我嘅人生。